新北蘆洲有一位行动无方便的妇人人，顶日啊落大雨，伊为着要坐公车，需要用双手伫咧涂骹白。这三中客运的司机林英新看到了后，随甲这个妇人人抱去咧车顶。那新北市社会局也随去关心，讲进前捌提供予伊这电动轮椅，为虾米拢无使用？伊会派社工去甲伊了解。一位妇人人为着要坐公车，伫咧雨中爬，妇人的后生先甲刹车和塑胶椅仔摕去车顶放，活过时要去扶老母的时，看到司机扶落来，甲妇人人抱去咧车顶放。当下的想法就是于心不忍呐，然后就是过去询问他，然后询问他完之后，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送到我们车上最安全的地方给他坐好。这个有爱心的公车司机是西沙丁埔客运857路线的司机谢林，或者林英新。伊讲到1年半，迄天落雨，伫咧蘆洲区鹿港国校站拄到这位妇人人，伊也真谦虚，讲伊只是做应该的代志，而且落车了后，这个妇人人和伊的后生伫咧家点头说多谢，心内就真欢喜啊！我听到谢谢这句话，我真的很有心里面真的很高兴啊！也拿这个妇人人的身份，新北市社会局掌握到是60多岁人，社会局讲捌提供过因电动代步车予伊，不过这届是安怎会无早出门？爱请社工去了解，提供必要的服务。那目前我们也掌握到这个身障妇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本资料。那过去我们也是曾经提供辅具跟长照资源给这个家庭。那未来之后我们会请社工到宅实际去了解整个家庭的需求。也那针对这个新闻，大家拢在讨论司机真有爱心，但是身心障碍团体认为，现在公车车底板对司机来讲真无方便，就这回司机就要冒风雨落车来用。司机双手在操作这些东西，他根本没有手再去拿雨伞。那雨衣的话也很不方便，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公车并没有考量到真正操作者他需要的一个模式，还有不同的天气造成的便利性。民团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国外改用电动车底板，除了会当保障司机的工作权益，也会当省时间减少危险。记者陈亚轩、林旭凯新北报道。